即係我依家睇翻咧，即係話掌門人咧，志偉哥佢哋嗰班人咧，即係話嗰個風格、嗰個狀態係幾時開始建立咧？就係、我依家睇翻，真係我認認真真睇咗1995年嘅前面嘅4集，一二三都係冇狀態嘅，好似啲新人咁樣嘅，一啲狀態都冇。第四集，哇，好似眾神歸位咁樣，好似即係話天靈蓋俾人哋一劈嘢咁打落嚟啊！就係、嗰個狀態一直延續到掌門人嘅最後一集。你哋留意一下，就係95年嘅第一季度嘅第4集啊，即係好似鬼上身咁樣，真係好神奇嘅鬼上身咁樣，眾神歸位嗱，睇、就係呢一集。